秘鲁的天使轮伫高雄港的外海沉船，把个空的货柜伫海上浮沉，沉船的所在嘛有漏油。即马有消息指出讲，即只货船伫中国大连的时，就有走水入去。高雄港务分公司是表示讲，伫7月初4有问过船员，也毋过因拢表示讲无问题。伊嘛质疑讲船员无老实通报，高雄地检署嘛伫调查咯。专业的猪油渔船未了海洋号出动，要来清除天使轮漏的这燃油，为了降低损害，这只船除了杜苏芮风台期间，会使讲是逐工拢出动，但受到来靠南风台会互风影变较大，速度可能会变慢。海保署继续掌握。今天我们的麦寮海洋号出发的时候，到现场的时候回报说，整个那个海气象条件风浪会比较大一点。我们8月1号呢，我们总共出动了10艘船，64人，然后清了257.8海里。天彩轮伫顶个月2日沉落去了后，造成的影响还未消除。初一迄天唱水员落去的时阵，发现有一个8寸的管线破去，初步完成堵漏的作业。早起才阁派唱水员针对堵漏的所在来加强固定。货轮先落沉落去2点真济。根据可靠的消息，天彩轮对中国大连港出港的时阵，船身就入水。载空的货柜出港了后，入水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，哪开哪入水，到高雄外海沉落去，连本地想要去香港维修的计划拢无法度达成。另外嘛，传出讲船只本地是想要入港来堵漏，所敢若因为交涉的过程出问题，失去机会。另外货柜铺伫遐，和汉江演习的时间真小晚，有人讲影响到国安。高雄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，暂时未说明。该轮于锚泊期间，本分公司 VTS 塔台人员曾多次以无线电向该轮联系查询该轮状况，为该轮船上人员均回报无异状。高雄港务分公司讲，天彩轮是伫7月初4申请到港停船台名，停船的期间捌真侪摆问对方的状况，对方拢讲无问题，一直到7月20才发出求救信号，而且弃船。因认为是船顶的人员无通报，嘛无讲真正的状况造成的。后壁除了堵漏清油污，嘛含相关单位研议移除船体的残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